来，这个花莲最近的疫情是一直摇。位伫个受风向的河南市外口有一尊药师佛，是互地动药架偷转去。4月23这天，大大细细地动一直摇。有面册卖种专业来写讲，河南市这尊药师佛的形象，去年的年底才来开工，未堪要地动一直摇，药架头转去。文章一打出来，吸引到不少网友来留言。有人讲是神明帮忙来挡掉着灾厄，嘛有人质疑讲是毋是偷工减料。河南市嘛发出着公告，讲人员目前拢平安，也毋过为着安全起见，将会暂时来封山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